来，咱今仔日真欢喜，咱个再来到上帝的殿院，咱要来敬拜伊。咱先来串联今仔日的圣诗头一首是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望。咱先请苏琴替咱弹这个旋律一解。上帝是我一切望，坚固我心拢无离，带我经过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应徛起，叫我心情归属伊。因为这首的旋律有较悬淡薄所以你若是唱袂起，亲像我唱袂起就当背度来唱安尼当背度来吟上帝是咱一切望虽然伫咱世间有一的考验在等待咱总是咱若有信心有望咱就当赢过这一切。好，咱用较坚定的信心来吟这首诗咱甲第一节吟一下。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咱连续吟第一节到第2节。礼拜时间已经要到，咱先来压头来祈祷，陪伴咱的心。祈求上帝愿众兄弟姊妹带着枵嘴打心无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求主你圣神甲阮同在，今仔日透过你的罗卜蔡牧师的喙来养饲阮的心，阮的心灵。主求主你对阮讲话透过牧师的信息，透过今仔日的诗歌来对阮讲话，阮嘛要将阮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愿你感纳。安尼祈祷敬拜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兄弟平安，请咱同心来敬拜。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
无随便救世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就追求上主，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朝见伊。这是来吟圣诗，圣诗第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愿望，请会众起立。请坐。这次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慈悲听阮的爸上帝，你保守每一个人的脚步，带领阮众人来到主你的殿院聚集敬拜。阮要献上感谢甲懊恼。主，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服侍你，愿一切侍奉成做芳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互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道理。求主赐福蔡牧师分享的信息进入阮的心内，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求主赐福南坎教会伫建堂各项事工上的推行，得到助力满满的帮助。每一位同工对你遐得到快乐。求你看顾阮的牧者，保守因的心灵，伫因的身上温上加温，用满有温高的智慧牧养你的百姓。求你赐福阮每一个家庭，互阮伫社会上会当充满关怀甲信心、喜乐甲平安。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健康，特别为着厝内的长辈、幼婴甲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日时暗暝拢求你看顾，求你大能的圣手施恩赐福伫你听的这片土地。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里，若亲像伫天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们。即时来启应，启应文第31篇。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高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尼幸福。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互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圣经记载伫希利米记第2章11节到第3章第2节。第2章11节，我到耶路撒冷，伫遐3日。后来我半暝起来，有几个人甲我做伙出去。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我拢无甲人讲，我徛的前生以外，无带别者做伙去。我透暝对山谷门出去，经过龙泉到粪扫门，观察耶路撒冷的城墙，看到城墙受拆毁，城门被火烧去。我阁去到泉门甲王池，毋过遐无所在，互我徛的前生过去。我就透暝沿溪上去，观察城墙，然后照原路经过山谷门倒来。遐个官长毋知我去倒位做啥物代志，我还袂甲犹太人民、祭司、贵族、官长，甲其他要参与这个工作的人讲。后来我甲因讲。咱所拄到的灾难，耶路撒冷安怎趴远，城门被火烧去，恁拢有看到。来，咱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才免咱阁受凌辱。
我阁甲因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的手安怎帮助我？甲王对我讲什么话，因就讲：咱起来重建。对安尼，因坚强起来，做即个好的工程。毋过，荷伦人散巴拉甲官员阿门人多比亚以及阿拉伯人基先听见，就耻笑阮，看轻阮，讲：恁是伫做啥物？是要背叛王是无？我应因讲：天顶的上帝会互阮成功，阮是伊的仆人，要起来重建。恁伫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人会甲你纪念。迄时，大祭司以利亚实甲伊的同事起来重建阳门，安门线，将门圣化归上主。因阁去城墙到哈米亚楼甲哈南亚楼，将伊圣化归上主。接续去做的是亚利哥人，接续因的是因利的囝撒克。圣经读到这，愿上主赐福听伊话、遵趁伊话去行的人。这是来赞美，请妇女团契。口里承认的人就必得救。我们邀请你等一下第3节的时候副歌跟我们一起唱，而且唱2次。
续正道，要邀请蔡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对希利米经验看建造教会。首先要来感谢上帝，对着咱黄牧师、罗牧师、甲教会小会长老的接纳咱伫神的中会拢是同一个集体啦，会当做伙参与上帝国的起造，这帮就是我有机会来甲咱讲教会参加来敬拜上帝，相时也当来分享伫这段时间咱教会建堂的侪事工，望伫主的内面，咱三体关心大道会当参与伫奉献的内面。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事，嘛会当咱的公教会得到上帝更较多、更较大的祝福。咱大声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落你，伫你的厅堂下面，互阮真做你的囝儿。今早起，阮来到你的圣殿，同心敬拜学落你。恳求这个时阵，让阮会当恬静，会当来听上帝你的话，互阮拍开耳孔，互阮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相信领受你的话，互阮照安尼去行，通荣光主你的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主内所敬听的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粒安尼光影影、真醒目的泉石，若是无用一条的链甲因串做伙，安尼就袂当变做一条价值连城的泉石破链啦。教会嘛是同款，咱每一个基督徒都亲像一粒的泉石，但是若无甲因串联做伙，安尼不过是一个线喷喷的才会石头那尔，无法度发挥什么款的作用。今仔日，咱生活伫一个动乱变迁的时代，教会嘛面临真侪的挑战甲危机啦。外面有世界这个潮流甲世俗侪的冲击，另外教会内部有时嘛有纷争、无合一的挑战。咱看见尼希米特别对伊所写这尼希米记内面，咱看见以色列人伫伊的带动下面，安怎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重建毁坏的城墙。当时以色列是亡国，伫遐阁面对侪对敌百般的攻击甲压迫。但是咱看见安怎有法度伫短52天的时间，就来完成这么重大的工程，会当展现出超过一般人所会当了解、所会当看见的这种的新热。其上界重要答案，就是团结同心，奋勇做工。咱做伙讲好无？团结同心，团结。所以第一项，咱相信，若无一个共同的目顶悬，这个目标会当帮助咱同心来起造。以色列亡国了后，在百姓第一摆倒转来是伫主前538年，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来重建圣殿。但是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加上以色列人渐渐冷淡，因所踮的所在已经破荒破烂，嘛无人愿意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来重建家园。所以这个时阵，伫波斯帝国的王宫，伫遐咧担任州政的尼希米。咱知影波斯就是今仔日的伊朗。
离开以色列千外公里，伫遐个所在，伊伫王宫，照讲伊是还佫过着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啦。但是伊思思念念心所看虑的，就是家己的故乡甲伊的同胞。当伊探听知影，以色列百姓遭受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城门互火烧去。你想看觅？迄个时阵，尼希米听到了，伊第一个反应是啥物？难怪尼希米记第1章第4节安尼记讲：我听到这个话，就坐落来，啼哭哀伤几若日。兄弟姊妹，你若伫一个远的所在听到伫故乡还是伫你所关心的人的顶悬发生代志，毋知你的反应是啥物？但我看见尼希米，伊第一个动作是坐落来，伫遐啼哭，伫遐哀伤，因为毋甘伊烦恼，毋是一天哦，伊讲几若天，并且来到伫天顶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毋干那祈祷，佫禁食，表示伊的迫切啊。尼希米伫悲哀、悲伤的中间，伫呼求上帝怜悯甲纪念。这个时阵，上帝互伊看见一个真要紧的现象，就是你倒转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当伊有这个目标了后，要安怎互以色列人嘛该有相款的看见？要安怎互因会当伫一个共同的目标顶悬，会当同心来去做？兄弟姊妹，这敢毋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吗？但是伊的祈祷得到上帝的回应。尼希米得到波斯国的阿达瑟斯王的允准，所以伫主前445年，伊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并且这王国任命伊登去到伫犹大做总督。尼希米到底是安怎开始将以色列人的心，甲因串联做伙，互因当团结同心，一步一步来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呢？我想伊做的第一个代志，就是大声来观察这个城墙有破漏的所在。咱看去拄则读的圣经。尼希米记第2章的12节到16节，而且尼希米所做的第一个动作是先去观察。圣经记载，伊是半暝啊，半暝起来观察，伊要来看到底这个城墙安怎受拆毁，迄个城门安怎互火烧害去。你知影照拖在圣经记载哦，伊出去的方向，伊沿着这个城门，伊对伊倒手边，也是对伊西边开始出去，然后往下面南边落来，沿着基伦西安尼一直过来，射过去，再往正边出去到东边，然后转来北边，再过入城。伊顺势归耶路撒冷，伊讲：我要往倒位去？我要做什么代志？官长拢唔知影，我嘛无甲其他人讲我要安怎来重建的计划。为什么尼希米要安尼做？因为伊要大声来了解规个实况，安尼才当煞接来决定下一步要安怎来进行。咱看去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4章第28节到30节，咱的主耶稣嘛捌讲过安尼的话啦。伊讲：恁中间有人想要起一个塔，就是起一座楼啦。兼无大声坐落来，估计看钱有够业，通去完成这个工程也无。若无安尼做，伊拍地基了后，煞袂当完成工程。
所有看到的人就会甲伊踢笑。佮讲，这个人有开始动工，煞袂当完成啊。所以有时咱非常的热心，毋茫教会会当做这项，会当做迄项，但是咱是毋是有静静落来，做伙伫迄个所在用一段时间来了解、来观察，然后咱来达成一个共款的目标，就是咱是毋是会当有一个更较清楚、详细拿图，知影咱真正要处理的问题，咱要进行的工事，伊的问题是伫对。若无一切的要求，只不过是空空无意义。譬如讲，咱看到教有侪新来的朋友，也是有一寡无道友，需要关怀啊。是啥物人要做？是人要来跟进，要来搁进一步来甲伊协助，互伊搁较了解这个信用呢？比如讲，咱的儿童主日学，需要发展，需要邀请更较侪社区儿童，还是厝边的人来遮。但咱需要有老师啊，需要有同工。这个问题，可能咱需要有看见啊，但咱需要伫遮提出来，那互相来了解、参详。有时咱做一个事，敢毋是空嘴布置。都咱来好好来观察、来分析、来计划，然后找出会当行的方案。若无这个过程，有时咱可能安尼，咱讲事倍功半啦。但是做足多，但是效果足少，甚至做一半都要搁停止啊。第二项，我看见尼希米伊发动有效的这种的呼召。甲激励这个百姓，但咱有清楚目标了后，咱爱呼召一群人，用这个目标做伙来进行。有时阵这毋是足简单的，需要一段时间来做激励的工作，来分享这个意向。目标会当带来挑战，会当提供咱方向。当每一个人都有看见这个蓝图的时，大家都愿意做伙打拼。尼希米安怎来呼召以色列人？安怎将中建城墙的目标，伊就是甲因融合，伫讲这会影响到恁本身的利害关系顶面啊。咱看见第2章17节来讲咱所拄到的灾难，耶路撒冷是安怎趴远，城门安怎互火烧去，恁拢有看到吧？来。咱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才免咱阁受凌辱。因为这个代志有做甲无做，甲咱有切身的关系啦。因为这是会互笑、会互人侮辱的代志啊。所以尼希米甲这百姓讲了，伊阁提出一个见证，伊甲因分享讲，连外邦的王安怎来帮助伊，安怎甲伊讲足侪话，甚至嘛提出讲，上帝施恩的手是安怎帮助我，对远的所在倒转来咱的中间。所以这百姓听了，第18节就回应讲：好，咱起来中建吧。对安尼，因坚强起来。这句话意思讲，因本来真软弱呢，因坚强起来啦。受激励了，因坚强起来，讲对这个，来对这个代志坚强了，安那做伙来做这个好的工程。兄弟姊妹，好的工程嘛，需要大家同心做伙做啊。我看见因已经准备好啊，因开始奋勇来做这个美好的工作。所以，咱看见尼希米。伊第4章14节，伊伫宣誓了后，伊才对贵族、对官长、甲其他的人安尼讲：你毋免惊因，
你若会记哩，主是至大国通敬畏的上帝，为着恁的同胞，为着恁的囝、恁的查某囝，为着恁的某、恁的厝地，咱就起来交战。搁一摆，互因提醒，这是甲咱有切身的关系。咱毋免惊人，咱爱惊上帝，爱敬畏上帝。咱圣经知影讲，敬畏上帝会得到智慧，所以敬畏上帝会得到帮助。咱毋免惊人，咱爱敬畏的是上帝，因为上帝会为着咱的同胞，为着咱的囝、查某囝、咱的某、甲咱的厝地来交战，是上帝甲咱同工啦。今仔日，咱若伫共一个相款的目标顶悬同心去做，还是讲咱虽然无用家己的，当咱若无注意这个事，看去教会时间有时一天一天拍远落去的，衰微落去呢，互咱做伙起来去做啦。去做教会是需要有共同的目标。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3个人拢伫做工啦。路人经过的人就问因：你是咧创啥物？你咧做啥？第一个工人就凊彩应讲：你敢无看我咧贴砖啊呢？我伫咧贴砖啊啦。第二个人就简单就应讲：阮伫咧起一间厝啦。但是第3个人足欢喜，用感恩的心讲：阮即摆咧起一间庄严荣耀的圣殿大礼拜堂啦！亲爱兄弟姊妹，平平是咧做工，请问你是属于怎款的工人啊？第二项就是咱伫无共款的职位顶悬，爱团队合作。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啊！即摆一定要靠团队啊！尼希米即摆身份是犹大的省长，但是无看到伊家己的地位，无品捧伊家己的才调，反倒等伊点点啊做，伊展现出有效的一个领导力。咱看见到尼希米记的第3章，伊采取分区负责的策略，就是让大家做伙来参与，来修建家己门口头前这段的城墙啦。这唔那展现伊真大的效率，嘛加强每一个人的责任感。看到规个起造的工程非常的有系统，也因为所有人因的工作拢分配甲真好势，佮照着家己工作的职位来侍奉上帝。所以咱看第3章的第1节，讲迄个时，大祭司伊的亚瑟甲伊的同事起来重建阳门，红门市将门分别做成，因过来起城墙到伫哈米亚楼甲南叶楼。拢嘛甲因分别做成，所以咱看见第3章对第2节到31节中间，总共出现27摆，因线接落去修建，拢甲伊分别做成，修了这段，然后再个修建下一段，就是安尼记载27摆。因为时间分配，该串联甲非常的好，加上团队合作，互规个工程毋那顺利，佮进行甲非常的紧。所以咱看见到尼希米记第6章15节，伊讲经过52天啦，52日的工作，伫6月25日，城墙的中间就拢完成啊啦。哇，无够2个月呢，52天的时间，这么重大，过去旁做袂起来的代志，因为尼希米，伊通过伊的祈祷，通过伊的计划，互这个时间来完成啦。咱看见
52天来完成工程，动用42个家庭做伙来参与起造这10个城门。我看见因是一手做工，一手提兵器。圣经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句你读了有啥物感觉怪怪无？咱有双手，一手做工，一手提兵器。因为因伫做工的时，另外对敌嘛来甲因搅扰来攻击，代表因常时爱具备起造性命，就是你做工。另外还个守望祈祷提兵器，爱有这种的能力，有这种的准备。所以咱看见这52天的中间，这以色列人因无分男女老的少年的，因各尽其职，无求回报，日暝一直赶工。结果咱看见伫迄个中间，尼希米记的8章第1节，伫遮记载讲，迄时就是工程咧进行的过程中间。人民拢同心一意，咱做伙讲这4字来讲，同心一意，足重要。共一个心，共一个意念，同心一意，组织伫水门前的广场。我看见尼希米，伊邀请经学教师以斯拉，咱读圣经知影一个以斯拉记对无？伊这2个人。谁来当合作？伊请以斯拉来，将耶和华通过摩西颁布以色列律法册，拢甲带来。摩西五经，这要紧呢。伊拢甲摕来到伫这个广场，甲百姓伫遮大家，你知影做工已经足忝嘛，对无？52天日暝伫赶工呢，还佫拨出工，还佫拨工来组织。伫水门前个广场，佮请经学教师以斯拉来，将摩西颁布予以色列人的律法册摕出来，伫遐做伙读。可见啊，当时所有人伫面对困难的时，是偌尔同心，偌尔团结啊！因做伙读上帝的话。当咱讲要来同心合意去做教会的时阵，咱相时也爱清楚。教会事工毋是由少数的人，毋是干那牧师中级来做那尔，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主的囝儿，拢爱同心来投入的，各尽其职来遵行上帝话，安尼咱才有得发挥上界大的气力甲高效。对，咱拢捌算过这个拼图嘛？囡仔拼50地、100地。咱拼500地、1000地，甚至5000地拼图。每一百个这个拼图内底每一小片，拢是真特别的，拢有无同的形状，拢有应该属伫伊的位置，来代表因顶悬的每一个图形、每一个色彩，拢无同款。但是最后一块一块甲因斗起哩，甲伊拼这个图做好了，变做一幅真水、真完整的一幅图啊！相款，今仔日伫教会内面，无论你有偌侪文字、偌侪的材料，但是更较重要是你的位置是毋是有放伫这个中间的一个位？你袂当家己单独选定讲我就是干那要伫遮。因为每一样拢真重要，一切拢是上帝嘛备办好，上帝甲你拣好，互你伫这个所在来参与甲服侍。爱认清你的恩赐，要互上帝用伫什么所在啊？所以罗马书12章的第3节，保罗安尼甲咱讲：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啊！有时咱家己无话袂使吼，干那我才会当。但保罗甲咱讲，大家拢足重要，对无？毋通甲家己看伤悬。
就叫上帝赐予大家人的信心的分量，心中评价家己。我感觉这看得合乎中道啦，这是好啊本讲的。但台湾话圣经翻作讲，爱用信心的，咱大家人，上帝予咱信心的分量来心中评价家己。咱认清楚家己的温数，会知影讲我伫这个内面，就算我是一个小螺丝钉，这嘛是上帝要用我呀，阿免吗？所以一个人无论伊的才调有偌大、偌多，那么无法度拢面面俱到啊，那么无法度拢样样杰出啊，逐项拢足杰出的，无一定啊。就好亲像咱一来看球赛，无论是篮球、骹球、野球、棒球，伫一个球赛中间，团队合作、甲教练、甲规个团队的配合，迄个过程的默契，迄个头前的训练，伫球场的表现，大家团结合作的迄个精神，才是得胜的关键啊！每一个球员可能拢有伊无同款的优点。有的需要前锋，有的是中锋，有的后卫，有的有投手、捕手，啊有垒手、野手拢有啊。但是得胜绝对无可能靠一个人家己的表现，要靠整体的配合才会当成功。虽然教会服侍嘛无法度各自为政，咱需要心手三连，分工合作。今仔大部分的教会模板。我看起来就是20%的信徒伫做80%的服侍啦，20-80定律内底。但今仔来当改变，第一步做到50-50，甚至有一天70个人、70%的人拢咧服侍。所以20-30%是拄来教会，还是初信，还是一开始，因慢慢啊嘛咧进步啊。这个人若是敢若少数人伫服侍。就敢若消防队，你知道吗？遐拍火，遐拍火英雄，大有火灾，就起来伫遐咧拍火。结果有个人毋是无闲死，就是忝死。但是无咧做工、无服侍的人，就闲死。所以，毋茫咱有更较侪兄弟姊妹，你毋爱受装逼啊！我看见咱拄只我华语礼拜听报告啊，哇！咱有幸福小组有咧传福音嘛，有其他的装逼，有其他的。伫事工，不管是参与咱的小组也好，团结也好，还是咱的社区活动，咱当做伙投入服侍行列啦，互咱规间教会振动起来。我相信公教会伫这个真要紧的启动心哦，因为这间教会是上帝祝福的教会，这间教会是上帝特别动用的教会啦。我嘛知影咱要传承，这间教会将来。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阿妹吗？所以穆迪牧师啊，伊捌讲过一句话：我另外有1000个人来做工，较赢过一个人做1000人的工。第三项，我要来分享的就是伫属灵的生命顶悬，咱奋兴起来。长老教会。过去我一直知影，咱真注重迄个灵性的栽培，就真看重。但是讲圣经是中心嘛，今日问咱的改革中，就是把圣经看作中心，就是咱的灵命爱换新啊。尼希米除了注重共同目标、无共之分的同心协力、团结合作以外，伊嘛看重的是灵命安怎来重建。重建城墙是外在工作，重建神的百姓是内在工作。内在灵性生命重建，比外在事工的起作更加重要。所以伫南港教会，阮这2年的一个目标就是见人见堂，先起做人，然后起做圣殿，起做礼拜堂，安尼。电脑好无人，嘛无法度做工，嘛无法度互人搁入来啊。所以这2项拢真重要。所以咱
要爱用什么款建筑物，咱先爱选择这个材料，用什么款的材质，这个物件真重要。保罗要甲咱讲，你用的是什么？是金银宝石吗？这嘛是材料吗？都是用上帝话来去做教会做基础甲建材，这是上界好、上界耐用的建材。人才比建材更加要紧，安尼才能去做稳固的教会、久长发展的教会。同款，这个教会最后买当得胜，买当结最美好的果子。如果咱无内在灵命的去做，无复兴，就算咱有更较多的工作，更较多的人想要来热心。但是效果就亲像保罗讲的，这不过是木材甲稻草了尔。最后卖爬远去，卖倒坏去，卖无采工去。所以尼米伊找以斯拉来合作，伊开咧伫遐咧办这个培灵训练报道，将以色列百姓属灵的生命，各一摆重建，各一摆串联做伙。所以到第8章第3节，咱看见以斯拉伫水门的广场头前，对天光到日中昼。天光暗就超过5、6点，而5、6点都来一到12点外安尼呢。咱有时做礼拜，这点外钟啊，都感觉真忝啊，你知无？因是安尼52天无眠无日伫做工呢。即马搁来迄天来意思啦，搁伫水门前的广场，搁毋是只吹冷气哦，伫广场哦。啊，伫遐对天光到日中昼，伫会场的中间，就是爱男女、查甫查某的老的少年，拢伫遐听了会明白的人啊，有时咱听半晡，搁听袂明白呢。因听了还搁晓悟会明白，听了啊，搁伫头前伫读。迄讲律法的册，读圣经互因听。佮注意一句哦，人民拢注意伫听。国语版讲做侧耳而听啊，专心注意伫听啦。哇，看，毋那专心来听上帝的话，然后我看见到第6节安尼讲。以斯拉开始称赞耶和华至大的上帝，整人民拢举手，哇！不是一个两个讲，整人民拢举手啦，来回应讲阿门阿门。有大声无？有啦。遮尼侪百姓，大家举手，佮大声讲阿门阿门，然后因拢额头拍伫涂骹，跪落去啊啦。这叫做敬拜阿拉，祈祷恳求啊！因拍伫涂骹，毋是无代志做，讲你敬拜耶和华，敬拜上主啦。所以毋难呢哦，这是第8章。我看见第9章的第1节、第2节，以色列人搁伫遐组织禁食，搁禁食，伊家己伫朴素的所在，伊就先禁食祈祷。今仔来到耶路撒冷，犹原带百姓做伙禁食祈祷。个圣经个写穿满衫、三涂粉，咱知影伫旧约穿满衫、三涂粉，这表示因伫上帝面前悲哀、认罪、悔改，甚至伫遮为着过去祖先的罪孽或者国家灭亡，因伫遐咧悔改。今仔足侪人到以色列有去一个叫哭墙有无？现在因到迄个西墙哭墙咧哭。伫遐咧祈祷，认罪悔改啊！所以咱看见这52天起造的过程，耶路撒冷的百姓对真放松、真无敌意、灵心倒退的灵性中间，各一摆行出来，重新起造，用上帝做中心，用敬拜诚做因。服侍生活的准备，所以去做教会工程，就亲像伫轨道顶悬伫驶的这个高铁。你在发动高铁的动力，就是引擎甲电力啦。
就是迄个活泼的灵性。教会有真侪人做工，会当得到效率，得到好势成果。哦，咱就用安尼来评估啊，这间教会啊有来有热心有做。但是上帝看重的是你内在生命，是活泼的灵命。第二，则看你工作的表现。我阁讲一摆，上帝看重的是工人，毋是工作。上帝所听的是伊所听的囝字啊。所以咱看见主耶稣伫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耶稣嘛安尼强调：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呢，我嘛甲伊结连的人，拢会结真多果子。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踮伫我内面的，我嘛踮伫你内面的，都是你甲我结连的。拄我讲的，咱才会选择爱结连、爱串联做伙啊。然后咱毋是结果子，然后结真多果子啊。结果子无啥物，有诶袂结果子甲凑起来，你知无？啊，今仔日咱是爱结果子，佮结真多果子。主要说爱咱结真多果子，因为若无我，你袂当做啥物啊？我甲你讲，今日教会咱过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基督排头前，才有排长老，安尼对无？一定是主排头前啊，尊主最大。今日教会若无主，若无上帝，咱拢无法度做啥物。但若是有主，万人事拢有可能。阿们吗？所以。侍奉上帝，真正是无简单的代志，是无法度勉强的。一个命命若无进步，佮勉强服侍上帝的人，伊会愈服侍愈辛苦，最后就孤单无气力，甚至灰心失志，佮离开教会。但我深信，咱先爱学晓甲主同行。然后才甲主同工，阿们嘛？咱做伙讲，先甲主同行，才甲主同工。Walking with Jesus and working for Jesus。最后要讲结论，尼希米的经验，互咱得到一个真大的反省，就是教会复兴，一规个工程。需要你我咱做伙来参与，咱做伙来去做。干那靠尼希米一个人，靠约书一个人无法度，约书这无法度，是要所有人做伙起来。尼希米将中间城墙转化做人的心甲灵性的起造，代表上帝毋是爱干那做外在环境建长的工作。咱嘛要对内在生命的起造来带动改变。你知魔鬼今仔日想空想胖，就是要来做拆毁的工作啦。你知咱圣经耶稣讲魔鬼来做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对不？不是先偷、先抢、先抬，啊不就甲你毁了了。魔鬼上爱。就是互咱伫迄个内底三加三吞啊，互相纷争啊，虽然顾性命啦，家己顾家己的。魔鬼要加添各种的困难甲挑战互咱，阻挡咱手要做的工，目的就是互咱骹酸手软，最后宣布停工。等教会趴远，咱敢会当坐咧无惨吗？咱拢是教会属灵家庭的一份子，咱必须要团结同心，起来承担起造教会的使命，甲传福音的大使命，互咱会当赢过外面对敌的攻击。你知影咱即帮外面哦，报纸逐工看咧上惊赢，就叫做毒驾，对吧？食迄散失这种。这个毒品哦，这种物件吼，食落去讲，本来几百件，即马几千件呢。这就叫小学甲中学啊呢。
惊人啊！逐工的警察长嘛是安尼要弄着，有的人安尼出去，要上班努力，这毋是一两件事件呢，几百件安尼咧做呢。魔鬼亲像好势啦，四过伫超侪通吞食的人啊。所以咱要赢过外面对着个攻击，骹步都徛在啊，将咱逐个人的想法甲运势结连伫教会目标的顶悬。通过团队服侍，互咱灵命会当继续成长，产生动力，互规个教会会当合伫上帝旨意来应光主。所以只要咱会当伫共同目标同心去做，伫无共款的职位团结合作，伫小人的生命奋兴起来，我想这三项串联做伙去做教会事工，就会当顺利继续推动落去。所以年米期爱咱搁注意一个关键，就是伫去做过程中间，咱特别需要上帝甲咱密切的连接起来，互上帝的手继续不断来施恩甲帮助。这才是咱去做教会上界重要的根基啦，就是将咱的教会的根基建在磐石上。所以，咱拄则伫启用的时阵，咱已经有读到这段圣经对无？这个诗篇107篇的第1节讲：厝体南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兄弟南是耶和华固守，守望的人嘛白白警醒。所以，望咱会当过一摆，我相信上帝要祝福咱的教会，祝福咱公教会，祝福咱新德中会，祝福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望咱每一个人都爱团结同心，继续持守上帝予咱的一切。咱做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予我明白你的话，会当照你的话去行，这也是阮真得意的事。主，求你帮助阮谦卑家己，顺服你的旨意，安尼恳求靠耶稣基督性命。阿门。伫咱唱回应诗之前，我来顺续先做咱的建堂的担保报告，安尼啦吼。南崁教会是咱新德中的北边吼，伊属伫罗德区啦。看基督长老教会是一间由马偕博士设立，拥有135年历史。这是马偕博士伫1890，等一下哈，我等一下，我先讲几句话再讲。伫1892年2月14号，咱个对头前哦，等一下，2月14号，来伫南崁设立的。伫2月13迄个暗时哈，马偕就带伊的太太，甲伊3个囝查某囝来到南崁，佮带2个门徒做伙来。颜清华甲另外一位，总共做3场的培灵报道开始的开设，照伊日记记载，超过450个人来参加，最全人佮将偶像在讲，我要信耶稣啊！南崁教会已经经过700个签刷，400个建筑，即摆你去的这是第5摆的建筑，所以大概原本是估计大概要开这个土地是伫，因为我即马来南崁第13年啦，伫差不多15-16年前就买好这片这个土地但是伊扛足久啊，嘛毋知要安怎进行所以到即马感谢主啦吼，阮伫去年的2月开工的礼拜8月开始动工，到即马5月28号。已经有第4楼的楼板，那个灌水泥规个完成第4楼的楼板估计啦，本来是2亿6千万的起造费用甲装潢，但看起来即马大概到2亿7千万所以为着这个事兄弟姊妹做同心啦，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啦。楼骹刚刚今仔日有预备阮伫教会头1个月有1摆2摆，兄弟姊妹不管用因的文书因做，也是讲阮出来，都是大家真欢喜做伙参与，嘛大家做伙奉献，做伙祈祷，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今仔会当来公教会，我相信这嘛是咱同款伫上帝国内面的感谢咱会当做伙参与，
嘛感谢互咱南港教会特别会当感谢，互即间教会完成的时阵，即个历史典范有上帝做以尽忠的百姓，大家所参与完成的。咱最后来看这个影片，多谢大家。看基督长老教会是一间由马偕博士设立，拥有135年历史，并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多年来，教会持续为未来发展预备空间，先后购置停车场土地，并租用教育中心与宣教中心，盼望为儿童与青少年提供更好的聚会环境，也更深入连结社区。看基督长老教会是一间由马偕博士设立，拥有135年历史，并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多年来，教会持续为未来发展预备空间，先后购置停车场土地，并租用教育中心与宣教中心，盼望为儿童与青少年提供更好的聚会环境，也更深入连结社区，成为门徒装备、社区服务与宣教的重要基地。目前我们面临房舍老旧、空间狭窄、缺乏电梯与无障碍设施等挑战，无障碍空间，所以即马所以需要改变哈。因为这间礼拜堂是1980年完成，已经用46年啊，所以望伫新的使用的时阵，和礼拜堂的座位当超过330个人会当坐座位。出创意，一同为建堂守望。正如诗篇127篇1节所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是兄弟姐妹大礼拜第2月啦吼，逐个月。这就是这个停车场，即马就伫这个停车场，大家定定伫遮做伙祈祷。即马伫遮来祈祷，平安顺利，并充足供应一切所需。建堂意象与新堂外观设计，建堂主题：兴起发光，建造教会。新堂名称：光的教会。光的教会。设计发想，以5件漆纤维外形设计之基础，将立面分割为12块亮体。12这个数字也象征建堂100年来的筚路蓝缕。神的恩典如同光一般凝聚并团结大家，以建筑物不同大小的亮体分割，象征不同他后边这停车场起的就即马这个建筑物。传承神的恩典。像阳光一样的遍布大地，故在4项立面上开出许多光带，让光从内部透出，象征四方皆能同沐主恩。借着光的教会的影响力，改变南坎，改变城市，改变国家，如同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设计楼层，地下2层，地上5层。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为暗时这光的教会，所以有夜间的照明的真水，这教会远都会看得到最清楚。这是1楼，甲咱讲楼骹有空间，会当做交易，会当做大家社会聚会所在。社区结连，这是将来主堂。4楼、5楼，甲咱同款有结站。最开始建堂，到即摆已经开，特别第76摆的会议。2024年10月招标，找到营造公司。去年的2月来动工感恩礼拜，伊刚请议长黄玉文牧师来主持。即摆已经进行到第4楼的老板。一定8月初2要来做上梁上梁的感恩礼拜。
这伫经过月伫1楼初步完成的部分，阮伫遐阁做伙祈祷，变成委员。所以感谢大家，继续用祈祷、用关心加奉献来做伙，互阮看到上帝的工会当完成。感谢大家，多谢。感谢蔡牧师见长的勉励甲分享。这是来唱回应诗，圣诗第254首，请会众起立。请坐，这是来奉献，请事献的同工。
请起立吟奉献诗。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满满的恩典，互阮大家的日子拢无欠缺。感谢你赏赐阮逐人有无共款的恩赐，来回应上帝的听。求你也看顾身躯欠安的，甲心灵软弱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亲自安慰甲医治。愿也甘心乐意奉献经文，要互你来使用。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即时来报告，先请美生长老。各位兄弟平安。咱掀开周报第2页，咱来看第一项。今仔日是6月7日，真欢迎蔡牧师来光复教会来讲道，真欢迎。咱真欢喜会当为着一间135年历史的教会来奉献。较听若去1楼时阵，阁有其他的义卖物件，欢迎大家来踊跃响应这是做伙来启造上帝的国度今仔日的吴牧师去德南教会，罗牧师去启信教会，求主祝福。第2项，6月28号要召开会员好会，要监选罗牧师做咱本会第9任的牧师，这个代志非常重要，也已经报告几6遍。请问你的会籍伫公教会，请举手。好，请放起来。今仔日是6月7日，所以3礼拜后就是6月28号，咱一定要把迄个时间接起来，拨空排除万难，因为咱要这个好会，一定要有2/3的会员出席，才会正会。愿主祝福光复教会，带领咱的未来。好，搁一项嘛是真重要的代志，咱来看具体消息买顺义执事就是咱足熟悉的买爸，伫6月7日安息主怀，伊对去年的52月5号迄日中风，到今仔日1年外的时间进出医院啦真辛苦无论是买妈。也是明伟、明贤、淑玲全家人拢真心尽力来照顾买爸，嘛真感谢各位兄弟姊妹为伊来祈祷、关心来甲探访，愿主安慰伊的遗嘱。伊的告别式呢是伫6月13，迄一日下午9点有火化的礼拜，嘛入殓的礼拜入殓火化礼拜。下晡2点伫公教会举行告别礼拜。下晡3点50就要去大平顶伫遐安放，愿主安慰，愿主保守带领，互一切一事工拢真顺利。毋知有啥物人要补充报告无？煞接我来报告第3项。本周6月7日暗时7点半，内月女牧师要来本会举行美必具学校招生说明会，欢迎对美必具宣教事工有负担的兄弟来参加。
拜四6月11上午9点半，伫本会举行新竹地区牧者同工联导会。拜五6月12上午9点半，幸福健康站长者健康促进活动，请年长的兄姐来出席。第6点，第9期幸福小组福音的行动运动很幸福小组第6摆聚会，6月17今仔下晡2点伫607教室。爱无限幸福小组第7摆聚会，6月13上午10点伫607教室。第7点，大神的课程返璞归真的基督助人者第2阶段开始上课。请有报名的兄姐，注意上课的讯息。第8点，新竹中会中区联合书记儿童夏令营。我是媒体小达人。7月9號到11號，伫聖經學院舉行，對象是升小2甲小6的畢業生。報名請向桃子老師來報名。好，過來教界消息，新竹中會總務部要舉辦教會行政事務研習，請注意這個報名的時間，6月13 9點到12點，地點在新竹教會。報名費每一個人100塊，當日報到的時陣交就會使。報名截止到6月9。第2點，新竹新生合唱團6月21暗時7點，要在咱公園教會舉行日本九州合唱交流行前音樂會，歡迎兄姐莅臨來聆聽。這是免費的哈，但是要憑票入場，票券請向幹事室索取。以上報告。這時咱來唱祝福車慶的詩歌，聖詩402首，吟詩說，請牧師祝禱，請起立。咱会当团结同心，会当做伙来去做上帝教会。愿最后所祈祷恩惠，特别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对即时一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祷，愿上主祝福。